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留给我们的，在敬拜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我要引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赛亚书35章第2节 B 跟路加福音第6章第6节到第10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谈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进入到会堂的一个故事，以及以赛亚书说要使神的子民看见神的荣耀跟华美。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适合让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期待他的教会在敬拜当中能够做什么。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更正我们自己做礼拜的态度。如果我们是教会的牧长，不论是牧师或者长职，我们如何为耶稣基督来预备一个能够喂养弟兄姐妹的一个礼拜？2000年前，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有一天在安息日进到神的会堂，进入那个会堂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美丽的事情，但是却是也是能够引起我们深深省思的一段故事。这段经文这么的记载，他记载说，当耶稣进入会堂来教训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的手枯干了，其中又有其他的，比如说经学士、法利赛人。耶稣能够看透他们每一个人来做礼拜的他的内心世界跟他的期待。这一段的经文就描述了2000年前耶稣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些合场，宣教的合场是在会堂的里面。当在预备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学习跟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个感动。我想说，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所聚会的教堂的里面，必然会引起很大的震撼，它必然会带来很大的信仰的喂养。那我从心里面一直在期待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在今天的礼拜，请你来带领我们21世纪这个世代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他谈到了有不同的期待的人，听着传说耶稣是一个有大能又有教训人的恩赐的一个拉比先知，所以他们在会堂遇到他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期待也都不一样。今天教会在谈到教会增长跟传福音宣教的一个使命，我们也都带着不同的期待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或许我们都会这么想，如果有一个牧者，他如同耶稣基督，他带着神的权柄来牧养，那必然会带来一种风潮，让这个世代饥渴的人们也能够得着拯救，那该多好！当我在来思考这个问题，当我在心里面带着一种渴慕的心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突然我想，我的主耶稣他一定会这么样的回答我说：我的孩子，其实从2000年前在会堂的那一次的聚会之后，我从来没有离开渴慕我每一次的会堂的聚集。神让我了解，主耶稣让我了解，其实不只是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之心跟他的意愿，更重要的是一个做礼拜的会众，他们的情绪跟他们的态度。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学习，我们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同心来营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如何通过这一个礼拜，能够带领所有不同需要的边缘人，包括我们自己，能够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重新更新他所爱的一个教会。最近是一个复活节的节期，也是耶路撒冷最受到欢迎的一年当中的一个大节期。许多来自世界上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入在这一个古城，在一个古老的圣殿耶路撒冷。有许多人会循着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足迹一步一步的走到各个他，
就是我们传统在受难周当中，我们会用默想耶稣基督的12战，他在受苦的苦路。各位弟兄姐妹，信仰其实就好像是这样子，在教会出入入当中，有许多人是来做客人，或许有一些人他是慕名而来的，来一个乡下，来一个野外礼拜，有一个观光客，甚至有一些人只是因着自己在生命上的一种需要，他想要能够看到神迹奇事。那真正的礼拜到底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期待期许来追随这个耶稣基督。2000年前是这样子，今天教会可能也是这样子。那在今天的礼拜，我渴望能够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真正的遇着这一个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从心里面带着一种谦卑渴望的心，我们重新从这一个经文当中来学习到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今天的经文谈到，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基督进入到会堂。2000年耶稣基督所进入的会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犹太人在每一个聚落，他们都会因着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们就会建立会堂，就如同今天的礼拜堂。只有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被尊称为唯一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其他就被称为会堂。会堂原来在希伯来人他们的用语，是一个聚集的房子，是一个让敬拜上帝的子民能够共同聚集在那个地方来阅读、聆听神的话语跟敬拜上帝。这一张的图片，它是一个在罗马世代耶稣基督那个世代的会堂。今天有一些地方也都会重建这种仿圣殿、仿会堂的这种建筑物，让基督徒能够进到那个地方，能够通过时空来默想耶稣基督。所以在今天的礼拜，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论你在什么样方式的建筑物、教堂的建筑物，我们用一种虔诚的心，我们恳求耶稣基督穿越时空与我们相聚。所以在今天的礼拜，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得着翻转。因为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他谈到了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跟他耶和华的华美。人做礼拜最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遇见那一个我们肉体眼睛看不见的天上的神，我们的阿爸父。所以今天是一个看见神荣耀的时刻，也是让人生命得到扶持翻转的一个时刻。让我们从今天这一个神迹奇事的故事，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我们虽然身体上是没有欠缺，但是在属灵上，或许我们是一个瞎眼，是一个耳聋，是一个瘸腿，是一个枯干肌肉萎缩的一只手，我们的手是没有功能的。我们如同一个身体障碍的边缘人。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礼拜，将你复活的复活的灵吹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圣殿，让我们能够学习领受耶稣基督你复活所带来的活泼的生命。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默想2个信仰的功课。第一个，当我们追求耶稣基督，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所恩赐的福音。那耶稣基督所传给这世代的基督徒，或者这世界上所有需要福音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彼得，他们都有自己对耶稣基督所领受、对福音的宣讲，跟福音对生命的一个改造。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福音的一个见证，跟福音书的一种传说。特别今天我们所阅读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一个非常细腻非常求真。虽然他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早期的童年时代，但是因着他的职业跟他的养成的背景，他对许多的事情求真的态度非常的细腻。今天的圣经谈到了一个医治的故事，这个医治的故事对职业上是
医生的路加，必然是充满了许多的好奇。他会好奇说，耶稣怎么能让这种人得着医治呢？同样成为一个医生，耶稣是一个身心灵的医生，路加他是一个古代的医生，所以他必然对这个医治的故事有很多的好奇。路加不只是记载这个故事，事实上路加特别敏感到耶稣基督他所宣讲的福音。特别他在路加福音的起头，他谈到了耶稣基督的他的就任词，就是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当下，他首先进到会堂，跟今天的故事一样，他进入到会堂，他在那个地方宣告神给他的呼召跟神给他的差遣。他说，圣灵用油膏抹了我的头，差遣我将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报告神喜悦的年，传喜年，报告福音，将福音传给弱势者跟所有的边缘人。这是路加所看到的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将以赛亚书跟路加福音结合在一起来默想跟思考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真正的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他带给所有的弱势者，不只是愿意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人，而且也给所有的身心障碍者跟在生命当中遇到了捆绑抬不起头来的人。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跟他祈求说，主耶稣，是你吗？你要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吗？2000年前耶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施洗约翰从心中有一种感动，他必然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不然为什么他能够做许多有关天国的福音的工作呢？所以施洗约翰就差遣了他的学生门徒去问耶稣基督，问他说，是你吗？我主，是你吗？是你是耶和华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吗？耶稣并没有给他一个很正确的明确的一个回答，但是耶稣告诉他说，这些仆人，他就告诉他的仆人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你所看见的事情，就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的人得到洁净，聋子得到听见，使人得以复活，有穷人有福音给他们。这些仆人将这种见证跟看见带回去给施洗约翰。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所带给这个世代，从昔日到今日都是一样，它是一种边缘人的福音，它是一种弱势者的福音，它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今天的故事谈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右手是一个枯干。如果我用我们今天的想象力，或许我们可以解读说，这个人就是一个肌肉萎缩的人，或者这个人他是出生的时候他的手就受伤了，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手是一个如同小儿麻痹一样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的，这只手是萎缩的，是没有能力的手。这一个故事的主角，他长期他在社会里面，他必然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声音、没有社会的地位的一个人。为什么耶稣基督专程的要医治他？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圣经里面所谈的医治的图像。医治的图像是耶稣基督结合在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所以医治有时候可以等于福音的全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许多灵修的长辈，他们非常鼓励我们用图片或者图像或者一种印象来默想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跟我们信仰的工作。因为有一个图像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圣灵的感动，一个丰富的想象力跟解读。那耶稣的医治图像是什么？在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医治带来重生，除了身体就是生理的这种医治之外，有时候耶稣的医治也带含着内在医治。有时候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
是带含着内在医治。它最重要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更重要的是让人的身心灵能够得到整全跟医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默想，今天这个枯干的手的这一个男人，他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着耶稣基督的怜悯？那耶稣基督又怎么做？耶稣对他说了什么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明白，这个人在整个的会众这个会堂，他可能是在当中最微不起眼的人。经学士、法利赛人都是在会堂当中的领头羊，都是宗教的领袖。这些人有发言权，这些人有崇高的地位。身心障碍者在古代是被人看不起的，甚至有些人必然会错误的联想，这些人是得到咒诅，或者是因为他祖先的罪，或者他自己的罪，所以他的生命就不完全。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将所有被人误解的苦难图像转化成为一种神的救恩的一个记号。愿主耶稣基督开启我们的眼睛，在今天的礼拜，我们不再做一种没有能力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一个看热闹的基督徒，是一个来观光旅游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故事让我们唤起了我们心中许多的反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来聆听耶稣怎么说。2000年前，在这一个会堂，耶稣很突兀的在所有的宗教领袖的面前做了一个宗教领袖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做的一种宗教上的一种荣耀归于神的工作，就是医治。主耶稣基督环绕的所有的会众，他看了那些不怀好心的经学士跟法利赛人，他也看看他的身边这一个手，或许半遮半掩，不敢让人家看到他羞愧的肢体，或许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渴求、所想望的，耶稣基督就对着这个人，他跟他说：“你站起来，站到我们当中，把你的手伸出来。”这种的突兀的宣告，让这个人得着了医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不敢将我们的羞愧跟我们的罪行，跟我们对黑暗权势所带来的这种捆绑，让我们今天也听到耶稣基督他的呼声说：“你站起来，你站到正中间。以前你是一个被忽略的人，以前你在这种会堂当中，你是没有权柄讲话的人。今天我要你站在这一个最荣耀的会堂的正中央，你站起来荣耀上帝。”这个人听着耶稣基督的吩咐，他就站起来，站到中间，然后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他就伸出了手。很奇妙的，耶稣让他羞愧的肢体变成一种救恩的记号。各位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跟神说：“神啊，实在是不容易。今天我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年迈的长者，他们因着中风或者其他慢性病，他们也从此以后就必须依赖轮椅。也有可能是我的弟兄车祸，或者他们罹患了小儿麻痹，他们终其一生是不可能得医治的。”我们会跟神说，那只是2000年前的神迹，今天不可能发生。今天在讲道当中，我们不是谈论肉体的医治而已。我深深相信神是昔在、今在、永在，如果他愿意，有什么不能？但是除了肉体的医治之外，今天的故事更让我们知道，有时候灵魂的属灵的残疾、属灵的残障，会比肉体的残障更困扰着我们。今天的礼拜呼唤着每一个弟兄姐妹，耶稣回答我们的问题说：“不是我不愿意来你们的教会带领你们的礼拜，事实上我已经在了。更重要的是，你们要站起来赞美神，你们要站在礼拜堂的正中央，在这个地方来荣耀上帝。
将我们的软弱来归荣耀给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团体当中，从此以后不要再做一个静声不语的旁观者。有些人终其一生在教会出出入入，他们没有成为一种福音的主导者，他们觉得他不配，自己无能，所以让其他的人去做这种重要荣耀神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神所呼召来到神的圣殿的我们，都是彰显神福音的一个福音的见证者。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恳求全能的耶和华上主，我们的天父，来自天上的能力，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完全。这么做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耶稣医治我们属灵的疾病跟障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我们的手伸出来，将我们的腿站起来，在神的面前，将所有的软弱归荣耀给耶和华，我们也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说，将我自己的软弱来交给你，照着你自己的美意。主啊，我不愿意再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基督徒。浑浑噩噩的意思就是一个没有主张、没有信仰、没有见证、没有行为，不冷不热。有多少人过一天算一天？包括你我，有时候在重担跟焦虑当中，我们也会成为浑浑噩噩的人，是躲在这个山洞里面的，如同以利亚一样。主耶和华就跟他说：“耶和华，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我们或许会感到压抑。那么伟大的神的仆人以利亚，他竟然也曾经浑浑噩噩的逃跑，去躲在山洞的里面。今天的礼拜，圣灵呼召的每一个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也对我们说：“你站起来，站在我的面前，将你的腰杆伸直，将你的手伸出来。”或许以前我们为5斗米折腰，或许以前我们的人格跟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敢说对的话，坚持对的事情，在众人当中妥协。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主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抬头挺胸，在众人的面前荣耀神的一个人。不是我们配，而是一个带有生命权柄的主耶稣基督。他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主耶稣跟施洗约翰回应说，福音的大能是使瞎子看见，使耳聋的人得以开通，耳朵得以开通，就是使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哑巴的人他能够唱歌。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宣扬的，记载在以赛亚书。耶稣降生之前，以赛亚书已经预言这个弥赛亚将带来神的医治，是一种生命的复活。果其不然，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弥赛亚，他是一个能够必然带领人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的弥赛亚，带领我们今天敬拜在天上的父，看见天上的华美，使软弱的手坚强，使无力的膝盖稳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祷告吧，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大声的祷告。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恳求你今天重新来归正2000年前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如同2000年前的教会。今天的故事，我们从圣经的故事看到什么样的耶稣跟会堂的关系呢？这个里面这个会堂的关系这个经文的描述，他说，在这个安息日，耶稣进到会堂教训众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的右手枯干了，有文士法利赛人，经文如此的记载，他们不怀好意，带着不怀好意的眼神窥探耶稣，就是想要抓住耶稣基督的小鞭子，要抓住耶稣，看耶稣的好戏，好将他用摩西的律法来治罪。这些人来做礼拜，他们的动机是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敬拜这个神，我们必须归正我们做礼拜的态度。我们不要带着预设立场的想法来想要控制这个全能的神。许多基督徒他带着世人的有色的眼光进到神的真理的殿堂，我们带着预设的想法跟立场，用我们自己的意念跟我们自己的欲望，想要控制这个全能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谁？怎么配能够用我们自己预设的立场来控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求耶稣基督怜悯，让我们能够重建主耶稣所喜悦的教会。今天的故事2000年一样，今天也一样。耶稣基督他的喜悦的心，就是让弱势者、生病的人，他能够在安息日不只是信仰上得到安息，而且在安息日能够得医治。所以耶稣说，在安息日医治人有什么不对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医治有包含肉体跟精神。如果我们今天刚好是有被病困所重压，各位弟兄姐妹，牧师没有那种权柄为你们做医治的祷告，但是耶稣也渴望这一个全能医治者，他亲自医治你们。每一间的教会应该带着这种态度，不是我有能力行神迹奇事，不是我有能力能够带我的弟兄姐妹得着医治，我只是陪伴我的弟兄姐妹来到施恩宝座前，恳求上帝亲自怜悯，来显现这种大能跟怜悯。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间的教会今天是一个站不起来的教会？有多少间的教会今天是伸不出手的教会？它是给不出去的教会，它是不愿意给人这种怜悯跟扶持的这种教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恳求耶稣基督赦免跟怜悯我们。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愿意陪同我的弟兄姐妹，我愿意让这个教会是你掌权的教会，我愿意听见你所说的，站到神的面前来，伸出我们的双手。今天的信息，圣灵用不一样的话语来感动不一样倾听带着不一样情境的弟兄姐妹，神必然将他的应许对你讲话。我们抬起伸出我们的手来宣告，每一间神耶稣的名所建的教会，不应该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教会。我们伸出一个宣告的手来宣告，没有一个教会是软弱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弱小的教会。耶和华的名是何其的荣耀，他的教会怎么会是弱小的教会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教会刚好是10个人以下，或者只有30个人不到，不要自哀自怜，你要深深相信全能的耶和华，他的身边没有弱小的教会。耶稣只有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少了一个犹大，11个人竟然翻转了整个罗马帝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的耶稣是这样的耶稣。不要再做浑浑噩噩的基督徒，不冷不热。在神的面前，我们跪下来等候，恳求耶稣基督那个医治的大能拿掉我们的阻塞，让我们的耳朵听见，让我们的眼睛看见，让我们的瘸腿站直起来，让我们曾经因着我们的软弱是一个如同驼背的人从来不敢抬头挺胸。好不好？我们今天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求你拿掉我的驼背，主耶稣，求你牵引着我肌肉萎缩的属灵的双手，主耶稣，让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给得出去站得起来的教会，不是失能的教会，而是在我们许多的捆绑当中，你重新的释放，让你的教会带着你的大恩大能来翻转这个时代。主耶稣看透谁是愿意为他这么做，哪怕你读了再多的圣经，如同今天的经学士，耶稣知道有些人因着自己的学历、社会地位来骄傲，他虽然带着谦卑的影子，但是他的心里面可能不是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灵，他鉴察人心。主耶稣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情境。主耶稣
他说我愿意。让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抛弃我们不恰当的信仰的立场，我们恳求圣灵重新的教导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心来读天父的话语，用耶稣基督的心来读天父的话语，我们就读得懂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他所贯穿的真理的奥秘。就如同保罗说，真理的灵如果住在你们的心中，你们就能够参透神奥秘的事情。愿神在今天教导我们属灵的奥秘。他说靠着人不能，但是靠着我凡事都能。主耶稣的教会应该如同路加所描述的，是传福音给贫穷人，是为福音而贫穷的教会。主耶稣的教会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让教会因为福音而贫穷。让我们思考这个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让我们在教会在神的面前跟上帝说我愿意。我听过一个YouTube 的短片，一个演讲者他说，在这个世代谁是贫穷人？这一个演讲者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给不出去的人，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人，他就是穷。给不出去的手，伸不出去的手，他不只是病，他不只是穷，他应该是属灵的疾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宣告所有上帝的教会，他的门是为着穷人而开。所有的基督徒，他的手是为耶稣基督跟穷人而伸出，让许多这些残疾跟社会的边缘人愿意我们愿意去拥抱，为耶稣基督来拥抱跟陪伴他们。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种享受耶稣基督慈爱的教会。耶稣基督让我们的敬拜是属世也是属天。神将属天用不尽的恩典倾倒在属世的教会，所以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所有神的恩典是用之不尽的。许多基督徒担心，今天如果我们将上帝的恩典给出去了以后，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没有了。各位弟兄姐妹，天国的库房不是这样子，天国的库房是我们越给，活水涌流，永远不停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在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求你进到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必然对我们说，我的孩子，我从来都没有离开你。如同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将一个大使命交给他的孩子，他说，去普天下传福音，招聚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就教导他们来持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明确的这样子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昔在、今在、永在。让我们跟随这个耶稣基督，打开教会的门，伸出教会的手，勇敢的给予，慷慨的给予。愿神的丰盛活水从此以后就从你我的教堂，从这个建筑物变成从生命的教会，成为一个救恩的记号。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爱我们，耶稣差遣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耶稣跟我们说，你站起来，站在我的面前，伸出你的手来。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重新聆听2000年前你的心意转化成为讲道的信息。我们聆听到你的呼召，主耶稣，我们的教会愿意为你站起来，站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主耶稣，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双手，首先来拥抱你，让我们的羞愧变成荣耀，让我们的残疾变成健康，让我们的手从截取夺取变成给予。
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紧握的这个拳头，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为福音而贫穷的基督徒。主耶稣基督，让这一个不配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自己。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带着一个学习跟渴慕，求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在我们的当中，奉耶稣你自己荣耀的圣名祷告，阿们。